镜头转来看咱国内，讲到咱中央的总预算案到当时也未瞧好势。行政院长邓英台今日是去到立法院报告，讲对调解甲大家比较较在意的所在，嘛愿意搁再详细来说明。那针对在野特别坚持的这原住民禁错收补偿的预算补编，这邓英台嘛强调，只要两院会当互相尊重，一定会有解决的方式。 列巴车当咧清理倒去的路树，这个风台来风势透假，就连立法院附近的车路嘛出现灾情，路树直接倒伫路中央，电工架双向封起来。行政院长邓英台初一要去立法院会报告总预算案，嘛敢来当设8条路过。确实刚刚来到立法院。 平常走的路是没有通的，你看我们的镇江街现在好像大树还是横跨在路中间，稍微绕了一段树。邓英台甲台北市府发声，希望当赶紧恢复市容，让民众有正常的生活。不过面对总预算案持续卡关，邓英台强调讲，会就大家较要义的几个方向完整来说明。现在原住民禁法补偿预算的争议，邓英台话讲，两院都要互相尊重。 在两院互相的尊重，那双方我们来寻求如何解决今年大家所面临的问题。我认为一定会有妥善的方式。我呼吁啊，这卓荣泰院长要珍惜这样的机会啊！如果他有善意的回应，当然就互委啦。啊，如果还是铁板一块，就目前我所知道的，好像。 还没有准备要让他复委，在野党团极有可能把总预算的复委跟选罢法的修法3读要放在同一次院会，这种高政治性的法案一起来绑住总预算复委审查的议案。 总预算案敢会当付卫审查，邓英台是乐观看待。不过有关地方财政的规划，财政收支划分法已经超过20年无修法，在野立委要拼这个会期完成修法。不过邓英台回应讲，过去8年中央对地方一般性的补助预算已经增加超过2000亿，目前财划法已经用真侪年啊，要执行嘛较有把握。记者综合报道。